乡亲啊，咱继续来讲这嫁出来时阵传统的风俗，新娘若坐起哩新娘仔车要起行时阵，就爱割开线，表示讲甲过去的歹性地总甲割掉。也毋过高雄有一个新娘仔，毋是割开线哦，伊是来割穿、加穿。原来是因为这个新娘仔较歹性地，阁真霸气，所以亲友希望伊结婚了后，毋通像扣着穿安尼，不是倒咧开穿，嘛互即场的嫁娶加真趣味。 新娘出嫁等开线，将英国偏去圣地拢甲等调等愈远愈好。也毋过伫高雄，这个新娘等出个物件真特别。伊手拿的是一支无形枪，这个新娘真无共款。放炮同时，顺这个势甲弹出去，原来是亲友发挥创意，讲从这个开线甲枪绑做伙，就希望讲新娘出嫁了后，莫扣着枪来拍新郎。 我只要生气，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：“你看哪一个 K 的钱啊？”就是很常就是这样刁我啊，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常捡到枪啊，对，然后再指我的个性就是不好，对，然后于是呢，新郎就决定说，结婚那天叫我丢枪。即摆人讲扣着枪，就是讲这个讲话时呢，充满火药味，袂输扣着枪乌白扫射。脾气很，就跟枪一起丢掉了。 所以老婆脾气这样不错咯。对，不错了。因为时代改变，结婚的仪式嘛慢慢啊脱离传统，只要双方同意，发挥淡薄卡斯，嘛会使互新人的终身大事增加真侪趣味。